我生日4月13號，我媽媽今朝早幫我買咗個禮物，係 Bosch Fruit Dragon。跟各位揾到嘅代碼，我已經攞咗嘅卡出嚟，所以而家我要入去 Roblox 度，唔加入。過嚟睇下。我頭先未錄嗰時已經入咗啦，所以俾你哋睇下。有 Permanent Dragon。今日係我生日4月13號，我媽媽今朝早幫我買咗個禮物，係 Bosch Fruit Dragon。跟各位揾到嘅代碼，我已經攞咗嘅卡出嚟，所以而家我要入去 Roblox 度，唔加入。過嚟睇下。我頭先未錄嗰時已經入咗啦，所以俾你哋睇下。有 Permanent Dragon。